主后2026年4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流目屎也种子，欢喜收割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26篇第1节到第6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26篇，爬行上耶路撒冷的诗。上主带咱这个受领的人转来锡安的时，咱亲像在做梦。迄时，咱的喙哈哈笑，大声欢呼。列国的人讲，上主为着因做大代志。上主实在有为咱做大代志，咱非常欢喜。上主啊，求你互阮这个受领的人倒转来，亲像南方大朔的地有溪水搁得流，流目屎也种子的画出欢喜的声收割。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，会带伊的麦捆欢欢喜喜倒来。流目屎也种子，欢喜收割。上主带领受领到异乡的以色列人转来锡安的时，因的心情是偌呢欢喜、快乐、畅快。当因重新转来到故土，别个国家就发现上主为因成就大事。诗篇作者描述，当上主带因转来锡安的时阵，因亲像做一场梦。圣经传释者认为，做一场梦就亲像恢复健康、得到痊愈等。安尼的传释真搭近笔者牧养的教会，一位姊妹的经历。教会这位姊妹以前真爱啉酒，10几年前有一遍酒后骑车不幸家己摔倒，导致重伤昏迷。医方送医急救了后，虽然挽回一条性命，却亲像植物人同款，袂振袂动，瘫痪，倒伫眠床，阁无醒起来。伫昏迷期间，伊的丈夫因为破病过身，但是伊的大娘姑还是逐工到因兜照顾伊，甲伊讲话，就算伊亲像植物人同款毫无反应，伊的大娘姑上款无放弃。一位教会的女长老住伫伊的徛架后面，长老看到这位大娘姑遮尔有疼心和耐心，也经常去陪伴照顾昏迷的姊妹，搁为伊祈祷。就安尼持续3年外，有一日姊妹的目睭雄雄铁开，骹手开始会震动，规人就亲像对困冬眠的梦中醒过来。大娘姑和囡仔看见伊对昏迷中醒过来，欢喜甲袂讲得。这位姊妹原本是无啥上教会的天主教徒，但是当伊渐渐会当讲话，会当移动四肢的时，长老就邀请伊来阮的教会礼拜。每主日清早，长老先生拢会热心接送一寡老姊妹到教会礼拜。这位姊妹总是头一个上车，和其他人做伙前往教会敬拜上帝。数年前，我来这间教会牧会，拄熟悉姊妹的时，伊的身体还未完全恢复，经常面色沉重。但是透过兄弟姊妹的关心，伊的语言能力恢复甲真紧，面上也散发学得形容的喜乐。每一个主日礼拜前，当接送车的引擎声伫车边仔渐渐停止，接续我就会听到吐4脚拐仔的声音，然后伫礼拜堂边仔门口
就当听到姊妹欢喜得讲平安。每年教会的圣诞节庆的活动，伊也欢喜接受我的邀请，伫活动中吟唱避念组的古调诗歌。伫即个混迷不清人事期间，就亲像进入死荫幽谷。当伊对混迷中苏醒，就亲像是做一场眠梦。伊讲，伊简单会记得长路时酒后骑车摔倒，事后一切拢是对大娘姑嘴里所讲才知影。这位大娘姑毋知影爱照顾姊妹偌久，但是伊就亲像一位流目屎夜种子的农夫，较疼种点姊妹的心肠。若是伊长期的努力也得到上主回报，姊妹最后对梦中苏醒，重新得到生命的甘泉。默想，我捌有过流目屎夜种子欢喜收割的喜乐经历无？我捌有过流目屎夜种子欢喜收割的喜乐经历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当你甲阮遮个培育的子民带转来心灵的故乡，救阮离去罪恶，重新转来你的怀抱的时，阮心中充满的欢喜快乐，就亲像雨甲水带转来干枯的河道，得到生命的甘泉。愿甘着目屎夜种子的人，拢会当欢喜收割，摸着河捆欢喜倒转来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